后来，这个美国的股市道琼指数大起超过454点，攻起伫3万点的大关，嘛是道琼第一届冲破3万点。上主要是新冠疫苗利多的消息，再加上川普政府启动交接。川普向来开一场快闪的记者会，但是无接受任何的提问，干那学到这个股市徛起伫3万点，要祝福大家。 美国股市大起，这互大家拢真欢喜。另外，新冠疫苗研发传出好消息，佮加上川普的政府正式要启动政权交接。另外，拜登可能会提名联准会前主席耶伦来担任财政部长。这样一个好消息，刺激着美国股市道琼斯指数大起454点，收盘时佮冲破3万点大关，佮再一届创下纪录。 美国总统川普完了临时召开记者会。And I just want to congratulate everybody. The stock market 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just hit 30,000, which is the highest in history. 川普讲到，这是任来美国股市第48届创纪录，完了是今年初以来股市第9届创下新的纪录。 不过，规场的记者会，川普拢无接受记者提问，而且伫记者会了后，伊阁出席了感恩节火鸡特赦的活动。川普除了讲到道琼斯指数创下历史新高，完了感谢第一线对抗疫情的医疗人员。但当有记者问到讲，为什么川普无要承认败选？另外，伊敢无要暗算特赦家己？川普拢无回应。